屯門公路深夜爆水管，水務署通宵搶修無效，致令到27號上落班嘅時間均大塞車。水務署指出，工程團隊於傍晚6點前重開屯門公路嘅中線及快線，至到夜晚8點繁忙時間之後，會再次重新封路搶修，期望明天早上交通繁忙時段之前可以全面重開屯門公路。水務署亦有喺 Facebook 內公佈，只受到事件影響，致令到屯門區多處嘅樓宇嘅食水於今晚11點起暫停供應，屯門碼頭附近一帶嘅沖廁水供應亦都會暫停。因此，水務署方聲稱已就有關嘅停水安排超前部署，即係由爆水管至到晚上11點，水務署會安排8輛水車及120個水箱喺停止供水前到現場，為受影響嘅居民提供臨時嘅食水供應，並爭取於早上交通繁忙時段之前可以全面重開屯門公路。水務署亦與該區嘅醫院聯繫，確保醫院供水不受影響。至於食水受影響嘅範圍，波及到屯門區多個屋苑、酒店同埋屯門工業區等等，而沖廁水則影響到屯門多條嘅街道、山景村及屯門碼頭、屯門路一帶。水務署方面對是次嘅事故為市民及駕駛嘅人士帶來嘅不便深表歉意，並感謝各方嘅耐心同埋配合。